对，宜兰场，我觉得还蛮温馨的，感觉好像等下完毕之后我们还要一起吃火锅的感觉，哪有这样？被你吃垮了，很温馨的感觉，很酷的。哎，我家是哈哈。你家有哈哈？哎，哈哈，你知道吗？原住民的传统饭呢，哈哈，吃了会哈哈大笑，哈哈。不要再讲了，等下流口水了。阿旺，对。阿旺就是海胆。哎，其实我们吃的东西还蛮高级的，法国人都学我们。对啊，我们就吃海胆啊。对啊，潜水啊。对啊，我们吃瓜牛、祖母栗。对啊，法国人根本在学我们什么焗烤、九层塔就好了。对哦，我以后要发明那种就是原住民产业呢，太大的盘子，然后瓜牛2颗，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原住民那个酱汁，随便给他一甩一点点，好像大盘子2颗的，500泰国的499啊。也是哦，是不是很时尚啊？对不对？哇，很酷呢。人家预饭团三角形有没有？我们也故意嘛，把我们的哈哈给它，你看用爱心啊，对，爱心，然后梅子旁边这样，这样也是可以高级料理哦。好，我继续，哎要做哈，大盘子哦。要洗干净的，不要给我用锅盖，锅盖反过来大盘子。好，话太多了。好，有机会跟你聊天，你们可以上网了，我有 Facebook， 号称现在台岸县最红的。我有加。你打Suning SUNING， 就会找到那个粉丝页。还有官网，还有什么部落格比较少写啦，有会放照片而已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有卖那个周边商品，我是偶像嘞，我有周边商品，虽然我还没有，我下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去小巨蛋唱歌。我说的是都兰的啦。都兰国中，对，都兰国中小巨蛋，哎，东河乡最大室内场所哎，再也没有比这边大了。而且我要办免费的好不好？那你今天买票会后悔。我想要回去唱歌，让部落的年轻人也会觉得喜欢自己的家，然后会让更多外面的朋友认识我们的文化。对，哪一天真的有大盘子2颗瓜牛，499考虑一下。没想到大盘子2颗瓜牛。瓜牛可以自己带了，盘子见你。不要再讲你要唱歌不是瓜牛啊，瓜牛用。啊，周边商品有偶像这样，有光，对瓜牛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，在去年还有今年啊，就是真的我已经练习了，是真的有练习要当小巨蛋的歌手。我们已经在台北先办了一次很大的华山 Legacy， 第一次2个小时全部唱母语。然后观众居然有超过1000人，真的，1000多人2个小时，他们听不懂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们把它录影下来，然后做成演唱会的 DVD， 然后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话，可以，对，就这边啊，就这样，很帅哦，偶像，你看。那是我，不要否认哦。
很特别一个经验呐啊，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呢。我先投资我自己嘛，原住民是绩优股，欢迎大家投资，以后会有 WiFi 的茅草屋。好了，好，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都兰部落的一首我改编都兰部落的传统歌，唱歌的方法很特别，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呢当打唱，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。会给离唱者力量，然后离唱的旋律就有它的变化。他们，我可爱的小捣蛋们，弟弟们呢，他们一起学好不好？有机会去都兰哦。